酋長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竹林鳥雙滑 J2， 可能大家看我近期高密度的開箱使用了很多款耳机，這一款其實我原本只是打算臨時用一用，但不知不覺的用了100多個小時，這幾天我一直都在用，就把以前我的所有竹類耳機現在全部的收納起來了。為什麼呢？它這個是國風的小盒子，上面是有點燙金的紋理，雖然說價格不高，但是看起來就一點都不廉價。它是給我們帶了不同的耳機帽，帶了一套這種海綿記憶帽，帶了一個收納袋，這送了這麼多東西，該給的東西也都給的非常的全。它的其實就第一印象給我的不是音质，而是外觀。近景看一下，透明低消，內部一個 logo， 看起来非常的典雅。斜入耳加小腔体，戴上以后幾乎感覺不到存在感。我戴的是這種默認的中號的，它沒有脹耳的感覺。我這耳朵其實是挺敏感的，像以前我戴過很多耳機，像這種膠套的耳機，戴起来之後時間一長，都不用說超過2個小時，耳朵就会發脹，就受不了。像這個呢，我可以長天的戴着。其實我在工作時候也是會放一些輕音樂的，全天下來都是在聽的。不同的類型呢，感覺這個耳機都是可以駕馭的。它就默認的，你拿手機直推都可以發揮出耳機的實力。我這個耳朵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金耳朵啊，哪怕有一點點的雜音，我是底噪是能聽出來的。我就完全沒有聽到，我就甚至懷疑我是不是電腦設置錯誤了，沒把這個聲音給到這裡，就真的是零底噪。這個是得益於它用的旋橫 DAC 芯片，不僅說推力夠，它不像有些耳機低音问的時候，人声、鼓声、樂器声糊成一片，分不出层次，它是层次非常的分明。带的这個麥，你甚至說玩一些手機現在唱 K 的那種小 APP， 你拿它唱歌也是夠用的。因為我沒有換新手機，我用的還是我好幾台手機都是 Lightning 接口的。當然這不是耳機的問題，而是我的問題。這款它用的是6CP 液晶振膜，它說白了就是一種類分子結構的呈液晶態的高分子工業塑料。這個當時是剛普及開始，被稱之為21世紀最偉大的工程塑料，在喇叭當中是常見於高頻單元，在耳機當中以往都是在高端耳機當中才會出現的，但是現在即使你看入门耳機也不要小看，因為材料的下放很多都用上了，可以使高頻延伸的頻率更加的開闊，高音能上得去，並且這種材料它相對來說材質輕順態，響應的時候就靈敏度高，所以有些細微的小聲音你都能聽到，而且有剛性，這種振膜聽起來就很有金屬味。不過就因為它太乾淨了，這種刚性薄膜它相比那種織物的呀或者紙質單元的聽起來就太過於乾淨了，過於乾爽，過於冷感，說聽聲音偏冷，使得它聽起來就缺少一點點的溫度。不过這款耳機啊，得益於它這個腔體設計的非常的好，只是乾淨，因為它是 CCAW 大黑音圈的，所以加上是 N52 鋁硼磁鐵，它聽低頻那種歌，在同價位的很多耳机跟它就没法不在一個段位上。它的低音不是說糊成一片的，能聽到那種彈性的鼓点聲。有些人喜歡侧耳機聽蔡琴的那種聲，人声。用這個耳機你真的就能聽到呼吸聲都能聽出來。中頻的時候人聲給人感覺靠前但不刺，高音清澈透亮又不發毛，不像說有些那種百元耳機故意的把低音調出來騙人的那種感觉。說了這麼多呀，最後給大家聽一下這款耳機發出來的聲音，結束本期的視頻。好的，我現在给大家找一首歌，因为现在这个歌曲都是有版权的，给大家找一首无版权的听一下，听个大概吧。第一遍先给大家放原声。
现在呢，给大家放一下耳机的声音。那么我是酋长漫步，喜歡的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並且點讚這個視頻。我們下一期再見。